大班麵包店陪着香港嘅41年歷史，終於喺6月24號結業。新蒲崗工廠大廈貼出呢個告示，指出公司受到難以預計、不可抗拒嘅衝擊，已被迫無奈停業。大班1984年成立，由郭鴻鈞創立。1989年首創冰皮月餅，巔峰時期有28間分店。大班冰皮月餅都曾經帶領嘅市場潮流成為月餅銷量嘅冠軍，好多店鋪都模仿。2019年係結業嘅導火線。2019社會事件導火線令到大班冇咗內地市場嘅70%生意，加上本地市場競爭的激烈及新對手崛起，令到大班市場進一步被蠶食。而大陸嘅月餅係平大班好多嘅，所以大班係最後都係輸噶。大班響今年1月已經出現財困啦，冇幫員工供呢個強積金，拖欠店鋪嘅租金。現時大約有200名員工被拖欠薪金及遣散費，涉及金額3500萬港元。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消費者持有的大量嘅月餅券同餅卡就會可能因為公司結業變咗廢紙，而能夠索償機會微乎其微啊！總局大班嘅目前狀況極差，財務無能力償還拖欠薪金和遣散費，員工同消費者嘅權益將會受到嚴重影響。公司已經停止營業，同埋負責人已經失去聯絡啊！大班所欠員工嘅薪金應該都會喺呢個破欠基金嗰度償還㗎。2021年，郭氏家族推出大班業務，由商人廖志強接手。廖志強雖然自稱愛國愛黨，都唔能夠喺大陸嘅山寨月餅分一杯羹，最後收皮。